现在知道了吧？你根本就没有胜算。三公主干什么呢？怎么把护具脱了呢？只有这样才有胜算。21亿！我告诉你，我刚才只不过是在测试你的实力，真正的战斗现在才开始。还别说，三公主啊硬气，这林七可真敢抽啊！那可是三公主啊，有钱任性呗。好，不愧是我的女儿。这三公主真有城主当年的风采啊！也好，如果芊芊能在这次卓考中崭露头角，那我也多了一个选择，也不至于把她的性命交到别人的手上。芊芊，别打了！芊芊，你干什么？你让他做这样危险的事，你不怕他被林奇给伤到吗？给我放开！这是他的心愿，我只是给他想要的东西。这届武功全失，何必再参加武试？在你心里他是个废物，但在我心里，陈芊芊，他不是。起来！泽瑞，敲休战罗，不准去！你就这么不相信他？你怎么知道他不会赢？在我看来，只要他想，这世上没有他做不到的事。你舍得，我舍不得。但又怎样？我现在去敲锣，他更不开心。你要是现在认输，我还能饶你一命。找死！他们活着下来才是最重要的。裴思学，我是已故裴思君独子，花园城的思学，谁敢拦我？裴思学息怒，比武有规定，必须是比赛者的夫君、父母。我和三公主15年婚约，在场除了城主，没有人比我更有资格。站开！芊芊，认输吧。休战锣敲响，陈芊芊认输。我什么时候认输了？三公主，裴思学已经替您敲了休战锣，三公主自动认输，林七胜。裴寒，芊芊，放弃吧。这个休战锣，我不认。裴寒非我父母，兄弟，更不是我夫君。他敲的休战锣不算数。我也不认。陈芊芊早就已经跟韩硕成婚了，她跟裴思学早就没关系了。芊芊，你与韩硕没有祭天，没有游街，更没有拜堂，根本算不上是夫妻。他入府才不足3个月，而你我从小一起长大，立下15年婚约，我比他更有资格敲这个锣。听我的，下来。三公主，裴思学和韩少君，您只能选一人代表您的意愿。裴寒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但是我必须要打下去。我选韩硕，韩硕没敲休战锣，我就没认输。继续，休战锣作废，双方再比。天哪，花园城第一美男裴思学竟然被当众拒婚，真是颜面扫地。也不知道这以后还能不能找到好的人家了。倒是三公主，这是怎么了？平时吊儿郎当的，今天怎么这么认真呢？认真的女人太帅气了。你以为不让他受到伤害就是为了他好？你根本不了解他。看来这裴思学
还真的不如韩少君了解三公主啊。韩硕眼睁睁看着芊芊受到如此的羞辱，竟然还能纹丝不动，不敲响休战锣，这是懂他，还是不够喜爱他？况且，女人不需要懂她的人，而是需要一个能够真正心疼她的人。那这么说来，这裴思学才是良配啊。陈芊芊，你居然敢当众羞辱裴恒！你不是也不承认我跟裴恒的婚约吗？怎么，你想让我认下啊？你当然不能认，但是你也不能当众否认。什么奇怪的逻辑？